唔好再求宇宙幫你開第三眼啦。點解呢？有個朋友咧，佢居然話我求緊宇宙幫我開第三眼啦，可以同高我啦、神明溝通啦。跟住我就想講，唔好再求啦。唔好意思，我唔係特登嚟鬧你嘅。咁老實講，你知唔知有咩條件先至可以開到第三眼啊？咩話？我聽唔到。係咯，其實就係接住係講一句啊，你越大嘅能力咧，你要負越大嘅責任。如果你 handle 唔到呢個工具呢一個能力咧，宇宙唔會派俾你嘅。如果你冇一定程度佛教講嘅漏盡通啦，或者我哋身心靈講嘅覺醒咧，你真係冇可能開到啊！好，我哋用人話翻譯，咁漏盡通係乜嘢呢？情緒好亂啦，你想嘔啦，想發癲啦，想喊啦，想鬧人啦，想爆粗嘅時候呢，你仲可以保持好清醒啦。可能好想賺好多錢之前呢，你依然可以好平靜咁睇到，哦，我想賺好多錢喎，點解我要賺咁多錢呢？你仲可以有思考能力，你仲好清醒去 analyse 下，喂，究竟做乜嘢啊？而唔係跌咗落個慾望裏面咧，俾個慾望拖住你走啊！咁仲有另一個例子就係，當你喺你覺得係人生嘅超低谷啦，賺咗10萬債、20萬債、30萬債嘅時候咧，得自己走投無路嘅時候咧，嗰份工啊，你都仲可以同自己講冇事，起得翻身嘅，救自己嘅能力啊！咁所以呢個係咩呢？漏盡通其實就係根本上唯一可以改變你生命質量嘅能力，就係咁啦。當你願意用第三眼或者任何嘅感應能力去幫助他人，咁你嘅起心動念係自利利他嘅時候，天賦其實就會自己慢慢打開啦。